有8档历史的乌克兰国家交响乐团，之前因为战争无法度排练，后来恢复排练，嘛用音乐来安慰民众。全团79个人哦，经过遥远的路途来到台湾要演出。因讲看到台湾人对因的支持甲热情，因是真感动。伊嘛准备台湾的民谣《望春风》，要献给台湾民众。这首《望春风》是台湾早期歌谣，这嘛是乌克兰交响乐团送给台湾民众礼物。头一摆来台湾演出乌克兰交响乐团，特别来到高雄开记者会，唔但准备《望春风》这首台湾的歌谣，指挥家佮传了全团79位成员来现场演奏乌克兰国歌。It was the very first time we received the music a few weeks before our trip, and it's really nice music. 乌克兰国家交响乐团1982年历史，去年煞因为战争暂停演奏活动，不过因游玩继续为偏南色的民众演奏。今年乐团来到台湾表演交流，嘛是望会当传达乌克兰坚定力量。高雄市长陈其迈嘛真欢迎。这一次乌克兰国家交响乐团特别来到台湾，我们也特别表达欢迎跟支持的意思。Our people sitting and fighting now, and our relatives there, and many deaths, many victims, but our front here to introduce Ukraine in the world. 乌克兰国家交响乐团对12到13连续3天，伫台北、台中甲高雄演出，以后嘛会到全世界巡回演出。望透过音乐的力量来传达乌克兰人的坚定甲勇气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